輪椅操作。依家會開始講上斜坡，長者會面向上坡嗰邊，我哋就雙手捉住輪椅嘅推柄向前行，前後腳咁企，重心放喺前腳，記得要保持條腰挺直，利用下肢發力，將輪椅向前推。如果需要緊急停留，記得將輪椅90度橫放，並且鎖返緊剎車掣。上斜坡又同落斜坡唔同，但大原則係你永遠都會低過長者，同埋要留意路面情況。而去到落斜坡嘅時候，長者都會面向上坡嗰面，照顧員都係要前後腳企，用推柄控制住輪椅嘅速度，慢慢向後流。途中要留意自己嘅腰部係咪挺直，而且定時要向後望，睇下路面情況。有需要嘅時候可以用手掣協助控制車速。要謹記，即使長者已經佩戴輪椅安全帶，長者必須面向斜坡上方，背向下方，以免發生危險。記得要不時同長者溝通同埋觀察佢嘅狀況。如果需要緊急停留，記得將輪椅90度橫放，而且要鎖返緊剎車掣。輪椅操作你要知，安全使用學多啲。